幸福在哪里？幸福在哪里？第一节，想要请教你，幸福在哪里？顶港下港走找伊，游园看袂见，费尽心思用功夫，无必然定着。是天意，是命理，是命理，幸福像白笔。想要请教你，真爱在哪里？朝思暮想，期待也游园看无伊。注意打扮秀芳水，只是梦中见。请介绍看缘分，真爱随白笔。第三节，想要请教你，兴旺在哪里？家近脑接，都无也游园掠无伊。求神拜佛拜观音，也得看天顶，算日子，等运气，成长像白笔。第四，想要甲你讲，成长在哪里？谦卑、亲信、仰望就平安添喜气。运上加运，力加力，精神有长进，变尊贵得荣耀，兴旺自白笔。